在這個美國甲伊朗咧衝突石油起價，結果以石油為原料的塑膠製品嘛對咧起。國內出名的大藥廠頂禮拜就甲藥房通知，講包括這個底藥仔藥袋啊、甲藥管啊、甲手套等等，這些相關的塑膠製品，恐驚攏會起價。其他腸胃相關的都是4次哦。每一種藥法攏必須愛分類裝袋仔，標示清楚了後，才當交予民眾。不過受到美國伊朗衝突成分的影響，藥袋仔已經化起價。塑膠類製品已經無預警漲價，1周1漲。像有的印刷廠其實根本就不敢跟我們報價，那他現在是先給我打一個預防針，說可能會有7%的漲幅，但是實際上還是要等我真正要進到製程的那1周，我才能取得最新的報價。藥師分析，原本一卡袋仔差不多5角，不過原料介紹直直起，等到要做報價時，有可能會加起1成，使到藥局都愛家己接受成本。藥管啊、避風袋仔、生理鹽水、手套等等，攏是塑膠製品。受到美國伊朗衝突的影響，繼續恐驚攏會起。你不可能說只有藥做好了，可是沒有罐子裝，對，那也不可能藥做好了，但是沒有塑膠包材把它包裝起來。所以呢，我們的藥品供應鏈就很有可能會因為這廠商中間的報價也好、供應順暢也好，導致供應鏈的一個中斷。除了在醫院內，我們有自己的戰備的醫材的庫存，整個醫材呢的這個使用量可以確保1個月呢內絕對是無庸有缺乏的一個情況，所以我覺得民眾在這段時間內不用過度的擔心。美國伊朗戰疙瘩已經影響到民生需求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